家好，我是总飞君，我是关西的汉人。我觉得我是一个灵魂里面有海洋的大人。从小呢，我就非常喜欢文学，也喜欢自然。那现在我的工作呢，就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那么我的夏天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带着大家出海去认识海上的生态，同时呢，传递一些海洋的保育讯息给大家。那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可以认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那同时也知道我们这个组织在做的事情。大家好，我是关西的汉人，我是总飞君。那今天呢，我来到这边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的生命历程，我怎么样就是从一个在山里面住的孩子呢，然后抵达心里面的那片海洋。那这个照片上面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我现在生活跟工作的地方，它是一个被山环绕、被海拥抱的一个城市。那它是在花莲哦。所以我今天的确也是从花莲过来的。好，那刚刚提到说我其实是来自山城的孩子哈，因为我是出生在山城，好，就是在埔里南投埔里长大的小孩。那其实呢，大家也知道，如果从花莲到埔里之间的距离其实是非常的远，如果你从北绕或从南绕的话，所以我选择走一个又漂亮又危险的路，就是中央山脉。那我的家呢就在中央山脉的另一头，好，所以就在埔里。所以这是我每次呢回家的时候，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经过中央山脉会看到的景象。走这么远的路，其实就是想要回家看见我的家人。那这是我奶奶，好，也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它是一个被山环绕的一个平房。那我奶奶其实她是一个客家妇女，那她对我的从小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吼。那其实我奶奶她一生都在山里面生活，在山里面长大。我其实也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哈。所以呢，其实我的生活就是在一个全台湾四面环海、唯一不靠海的城市。但是呢，我的爸爸他非常的喜欢海，所以呢，我觉得我从小我的血液里面应该就是有被山祝福，然后被海召唤的灵魂，所以我的性格呢也有山一般的稳重，跟海一般的辽阔。那真正的进到海上吼，真的是开始我的生命有了海洋的视野，其实是从我自己的一个浪游开始。那我称它为浪游呢，其实是真的非常流浪汉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跟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室友，那他也非常喜欢海洋，所以有在大二的一个暑假，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今年我们来做一个浪游的活动，这样。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骑着机车，然后从台南一路骑南回公路，然后一路骑到花莲，然后大概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这样。所以沿路呢，我们就搭帐篷、骑机车，一人一个大背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浪游的过程。但是这不是只有一次的旅行，它其实是在我们从大二开始，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中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每个暑假、寒假，或者是只要我们想念海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然后来到东部的海岸。于是呢，就在一个夏天，我遇到了黑潮吼。那黑潮呢是一个海洋文教基金会，也是我现在任职工作的地方。那其实黑潮它是在位于花莲的一个在地的 NGO 组织，所以它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组织。那黑潮呢，其实在每年的暑假都会举办为期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营队。好，那其实那一年呢，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是去参加了黑潮的这样的一个营队。大家就这样子相聚在东海岸，所以我觉得就好像大海在唱一首歌，然后让在这个社会上迷路的水手，大家就沿着这个歌声，然后来到了这个地方。那其实，在这些人聚集之后，其实我觉得生命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碰撞。那些碰撞，其实是我们开始看到，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他们身上各种不一样的部分。它让我看到生命当中的不同的可能性哦。那在这边的朋友，其实我们更想要知道的是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什么是我们做了之后，我们觉得生命踏实的事情。所以其实在这个夏天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对话。那当然我们也参加了黑潮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哈。那我大概从2005年去了第一次，暑假去了第一次之后，我觉得不太够，所以在2006年的夏天呢，我又去参加了黑潮这样的一个培训哦。那在这2个月的培训内容当中，其实我们除了去充实各种海上的知识之外，那我们也是充分的体验生活跟累积海上的经验。那这2个月的营队的重点其实是要训练出海上解说志工
对，那我在2006年的时候，很幸运的就是考上了黑潮的解说员。那这也是我开始成为黑潮核心志工的一个开始。回到花莲，然后开始真正的就是踏实的在那边过生活跟从事我的工作。那首先第一步，我开始从花莲港开始，做一个当地的渔民的生命史的口述历史调查。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非常第一线的工作，然后真正的认识这个地方，认识这片海洋，认识这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非常熟悉的景象背后，它到底传达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我们除了认识岸上的东西之外，我们也更认识我们在海上的朋友，那就是不断的累积自己出海的航次哦。那透过望远镜的搜寻啊，然后在海上真正的在这片海上工作后，那我觉得我其实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变成一个介入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也变成了我们开始跟黑潮的伙伴并肩在海上。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伙伴他们也想投身在这个海洋的工作上面，所以我们其他所有的人用不同的面向去关怀海洋，但是我们在同个基金会里面工作。那这就是夏天我们在海上的情况哈。你知道一个人找鲸豚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伙伴跟我们一起四面八方的都去观察，看有没有鲸豚的踪影。那我觉得这其实就很像我们基金会的一种工作方式哈，大家各守着一个门，然后我们手牵着手，我们就可以围起一道坚固的墙，去捍卫我们希望捍卫的事情。那这是我在海上工作的景象哦，就是说通常我们在海上会透过麦克风，然后呢把我们自己生命经验里面所领悟到的部分和我们所认识的海洋，不论是知识上的或者是说保育方面的概念哦，透过麦克风传达给游客，让大家除了来玩之外，他能够去感受到更深一层的海洋的这个感动。那跟海洋他怎么样从这个感动当中去从事一些海洋保育的行动，因为他们这趟出海，我们最重要的并不只是去赏鲸而已，而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去做海上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海上的每个元素都是关键哦。那我常常就会跟我的船上的朋友分享一句话，就是爱是对另外一个人的信心。那这个其实非常适用在当这趟船班前面有点惨，但后面出现奇迹的船班上。因为海洋它会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海洋有一句话是海洋只能期待无法预约，就是说我们在海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动静，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期的哈。有时候在一片很平静的海上，你搜寻鲸豚搜寻到都快睡着的时候，突然你的船边就闪过一两只飞鱼，那他们就这样跃出水面，然后好像在滑翔一样的，就浮出你船边的水面，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画面。那当然也有可能哦，就是在一个也是搜寻不到的船班，当我们突然看到，前面怎么有一个蓝色的水团，那船长就大喊说：“哦秋啊！”乌昌鱼团，它就这样子出现在船的这个水域底下，然后我们就看到那片深蓝色的海域中间有一片浅蓝色的海域，那映着那个阳光，然后呈现出一种斑斓的景象，这就是那个乌昌鱼团出现在船边的画面。每次出现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都会比看到鲸豚更感动，因为大家知道，在海上如果我们要看到鲸豚，其实比看到鱼还要容易，因为鲸豚会换气，它会浮上水面，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但是呢，鱼不会，好，所以看到鱼的几率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少的。那当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我就会把那句话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爱是对一个人的信心。好，那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词，我觉得它可以代换成一片海洋，或者是一个孩子的一个信心。当你觉得你爱着这个世界，爱着这片海洋，爱着这个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全然的信任他，不对他有过多的期待，但是你对他是有信心的？那这句话其实常常在搜寻不到鲸豚的船班的时候鼓励着我，他会提醒我说，不要对这片海洋失望。我也会把这样的信念传达给船上的每一位的旅客。那当然，最好的状况就是当我们真正遇到了我们期待的鲸豚朋友，那这个鲸豚朋友呢，
这个画面上面的鲸豚朋友，他们是花纹海豚，他们是在我们基金会长期在记录跟追踪的一种鲸豚朋友，因为他们的特质是身上的刮痕会随着年龄的渐长，然后慢慢的变多，然后每一只的缺刻，背鳍的缺刻也不太一样。那我们长期透过在海上赏鲸的时候用照片拍摄，你们知道我们发现啊，就是曾经有一只花纹海豚，它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就被我们的解说员拍摄到，然后一直到今年，它每一年都被我们在海上拍到，这是非常难的一个机会。首先你要先能够遇到它，再来你还要能够拍到它，对，然后最后你还要能够认出它。所以我觉得每次当我们在遇到这只鲸豚的时候，它被我们命名为来，因为它的背鳍上有一个简体字的来。然后我们每次遇到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奇迹。原来我们的鲸豚朋友，他就生活在我们旁边的海域，他就是我们的邻居。大海跟我们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而我们天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人类却不断的在做破坏。这也是为什么我投入 NGO 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就是说当我爱这个海洋，爱这里的人，爱这些动物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能够为他们做什么？那打破了一个我只是关注自己内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而是真正的对这个环境做付出。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到底海洋环境教育它最后的终点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讲，海洋环境教育的终点是真正能够产生做环境行动的环境公民。黑潮呢，它从1996年开始在做海上的鲸豚调查，但是这个工作其实我们持续了非常的久，一直到现在。但除了这个鲸豚调查的工作之外呢，我们也在做海洋保育的工作，然后也包含说关心海洋哺乳类动物它们被圈养的问题，那海洋废弃物的问题，那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内容吼。所以除了浪漫的那一面之外呢，平常也有严肃的一面，就是要为了一些议题去开记者会，到海边去捡废弃物，然后去做海洋废弃物的监测跟统计。那透过这个长期的记录跟观察，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常年在海边捡到的废弃物是以塑胶制品居多，所以也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尽量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制品的使用，因为我们陆地上面的所有的习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海洋的健康。除了说在平常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落实一些比较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少用一次性的塑胶袋。好，然后去选择永续海鲜的鱼类，好，去食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改变这个，用消费来改变这个世界之外，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怎么样去选择和认识我们所谓的环境代理人，好，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所谓的环境组织。那你没有时间做的，其实让专业的环境团体来帮你做。那每个人其实都能够为环境贡献一份心力。这是我从我的人生一路从山走到海的一个过程。那也希望说，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各位朋友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视野。谢谢大家。